喺使用傳送或傳真功能嘅時候，選擇完目的地按下啟動鍵，預設會出現檢查目的地嘅畫面，以作再一次確認。需點按下一步，再按啟動鍵，文件先至會正式發送。如唔需要確認操作，可以選擇關閉呢個功能。要設定功能，先按系統選單或計數器鍵，喺列表內選擇傳送，選擇目的地檢查，選擇傳送前檢查目的地，選擇設定關閉。設定完成之後，當選擇完目的地，按啟動鍵就會直接進行發送。